台中的台灣大道科博館 BRT 公車站，今仔日下晡有一台公車要入站的時陣，去互一台轎車壓着，害公車弄到月台條仔。這個事故攏總造成5個人受傷。拄則就是我要入站哦，要入去科博館站，向因為入站就是直直行着呀，結果向就撞擊地頭啊，擠壓到那邊，你到人不太知道，大家都擠的啊，我一直開。要入站的，他把我擠上去。旁邊的小客車擦撞你嗎？對啊，就是晃神，我就突然就變這樣了。所以你那時候開在哪一個車道，你自己知道嗎？我應該在外面的車道啊，這裡是公車道啊。對啊。所以你就是偏離車道的時候，你還也不太清楚說。不太清楚。警方調查事故的原因，是因為有2台轎車佇咧快車道相碰了後，其中一台若像是雄失去控制，啟動着公車，第四一台公車全咧衝落月台，造成5個人重傷送病院。不過加在是攏無性命的危險。另外，這個案件的駕駛攏無食酒賽車，嘛無食毒賽車。不過轎車違規駛入去公車的專用道，會照道交條例來處分，嘛會繼續來釐清責任。